台南远东香格里拉大饭店特别结合全台长咧大流行的司康，甲经典不败的咸蛋黄，由饭店得奖无数的点心房金牌主厨许玉兴设计成的司康黄金酥，特别选用国际精品顶级的食材，而且全部是以手工制作，独家创新风味，吸引消费者上门。口味我第一次吃过这样的，还有里面包蛋黄的，然后比较绵密，还不错，还不错。以往比较少吃到司康有抹茶口味的，然后蛮浓郁的，然后加上咸蛋黄在里面也不会太干。咸蛋黄。那咸蛋黄一般感觉是像月饼的东西，那加到司康里面，让甜甜咸咸，会口感会不好吃吗？不会，我本来以为会很干，像蛋黄酥那样，但是它不会，它的司康的那个饼干体比较湿润一点。所以还蛮搭配的。对，蛮搭的。不仅蔓越莓乳酪咸蛋黄口味，饭店另外也推出抹茶、伯爵巧克力等，希望会当满足各个消费族群。台南远东香格里拉品香坊推出了司康黄金酥，是由我们的西点主厨阿星师傅精心设计而成的。那它是选用时下最热门的英式甜点司康跟台湾的咸蛋黄做创意的融合，那都是全程手工制作。选用的食材也都是非常的讲究，它选用的是法国的面粉跟屏东的咸蛋黄，那秘制调配之后制成那个4种不同的口味，分别为蔓越莓乳酪、伯爵巧克力、日本抹茶栗子，还有兰姆葡萄。中秋要到啊，为了满足消费者中秋送礼需求，饭店更是推出早鸟专案，只要是8月16前完成预订并付款，就当享有优惠介绍。但是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